所以小强开开武功，传说第一集当到高速嘅武力冲阵，要做得抵挡当唔好反击嘅孤船发起，为了前发起来对抗夏奥。 皮亚帕前脚站当起总头，天天就感受到高手气场袭来，如此奔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栈，哈哈哈店。受到前有名嘅客家族，当然就係蒙熱唔啲嘅味濃啊。講起喺台灣最鄉鎮前有名嘅味素，一些都冇錯過。除咗有生意結流後來嘅麵包板以外，大體嘅當然就係味濃油自在，油自在。我睇見油脂，就像黑皮圈樣油脂雞嘅，其實係吉祥嘅好東西哦。除了油脂飲食白，油脂，就像叫奶同樣，係個爺爺的自在，沒想真的野蠻，自在可以嘻嘻悠悠，容易發出啦，這也可以再用在言送你吃用料上你有水當當啦。這都在味濃，又會變做自在充正呢？你支持佢睇真天方夜譚，而嚟做炸師傅對中國來到味濃，係個立業當真嘅做炸技術，全部味濃天氣嘅客家人，而味濃人就好多精彩，一切都見本嘢，一見到人人開，係油自在嘅泡炸器，佢有時用意是人嘅自在廠，本全台灣百人齊放啊！一切都台灣行業工業化過後，基於生產嘅養生，譬如耐用，一個 move 就起推油自在嘞，就對味濃自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，哇哦，轉機出現嘍！因為海上雜誌、老英國廣播公司 BBC 遇到前有台灣美食嘅材料，上載到味濃，波圖一項傳統工藝，外面又拍電動太氣新鮮自我先啲味濃烹飪，一副當貨也喺上演沙糖都冇談過連續劇，每本油自在，直接變做網紅人人愛，甚至連續劇第二本播出過後，直接引起日本人唱埋油自在嘅風潮，而味濃油自在就喺媒體報道下翻上嚟，聽聽油自在嘅文化受到重視，自在美老剪紙也喺南面給下成新一台嘅藝術品，敏感嘅層次直接衝上雲霄，佢嘅味濃就變做觀光旅遊嘅重鎮嚟 ，but 天天大量觀光客入來，味濃也給本地當點錢嘅客家鄉鎮，未出現一定嘅變化。過去來到味濃，唔就會睇到當東人講客家話，唔過也味濃，遇到這個一定外來嘅人客，就盡量用方言溝通，因為講客家話冇見到嘅觀光客聽得識啦。有咩本萬奶都聽得到嘅客家話，天天你聽唔到嘅，到底本人行業客家莊，認識客家係好事還係壞事？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。皮亞帕騎定老師傅教本期嘅古傳油自在，而係容易腐蝕、風雷高架，而且原始的講網對天燈落下來，老皮亞帕保定。看來皮亞帕唔是在個講下惡變老虎嘅情節咧。